有時可能有啲朋友可能會問一個催眠治療通常要做幾多個 session 咧？一般咧係唔會超過3次嘅。咁點解唔係長年累月咁做，或者10次8次咁做落去咧？首先我唔想嗰啲客人咧依賴咗我，因為如果佢嚟之前，可能佢嗰個精神寄託，例如依賴咗賭錢啊，依賴咗可能飲酒啊，或者其他嘅嗜好嘅話，轉移依賴咗治療師，其實佢係冇進步過，只不過依賴嘅對象唔同咗啫嘛。咁3次好明確需要做啲咩？第一次係處理啲最緊急嘅情緒，例如最影響佢嘅情緒，例如可能有啲傷痛啊、憤怒啊、恐懼之類啦。第二次咧就處理啲比較深層啲嘅問題啦，例如可能個人形象啊、成長創傷啊，甚至乎自我價值呢一類咁樣啦。第三次就處理關於未來，因為頭嗰2次已經處理咗啲關於過去嘅情緒啦嘛。第三次就處理未來啦，譬如佢未來3個月之後想自己成為一個點樣嘅人。佢想對自己有啲咩展望、定目標之類。咁所以咧，每一次唔同所做嘅嘢咧，非常明確嘅。咁樣對於一個案主嚟講，先至比較健康嘅做法咯。佢唔再需要依賴其他人啦，因為佢可以建立一個自我療